你看看你，今天又被训斥了一顿，还差点要挨打。你那小脾气啊，以后好好改改吧。姐姐，那是珠儿先挑的事儿，她是故意找我茬的。不过我也没吃亏，我呀迎头痛击，大获全胜。听你这口气，还颇为得意似的。今日的事还不长点教训？以后小心点吧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姐姐放心。就拿你没辙。三阿哥的生辰就快到了，姐姐想着要好好练琴，到时候给三阿哥还有众位姐妹助助兴，我们一起乐呵乐呵。好呀，那陪姐姐练琴去吧。这。儿臣给皇阿玛请安。起来吧。众位娘娘，给太后娘娘，给万岁爷行大礼。臣妾恭祝皇上、皇娘万福金安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手。众爱妃平身。谢皇上。玄烨的6岁生辰啊，过得很简朴，朕跟皇额娘都很高兴。玄烨啊，你高不高兴啊？皇阿玛，儿子非常高兴，特别是董娘娘送给儿子的礼物，让儿子爱不释手。而且董娘娘的字写得太漂亮了，跟皇阿玛都有一比。三阿哥过奖了，董娘娘的字怎么能和你皇阿玛相比呢？要说这看字论字，皇额娘可是大行家。皇额娘，您看看，这德妃给三阿哥抄的唐诗本，您给点评一下。皇额娘，怎么样？要说德妃的字，这皇后和众妃真是望尘莫及。虽然哀家也练过书法，但都不如德妃。皇帝的字倒是真比德妃造诣更深。皇额娘，您的字就已经写得特别好了，竟然还说这德妃的字写得比您还要好。皇上，臣妾也习过书法，倒是特别想观摩一下德妃的字，行吗？皇贵妃啊，你人非常聪明，书法也不错，但是要跟德妃比起来，还是有一点差距的。好啊，你一会儿应该好好观摩她的字。皇上，臣妾等会儿也想观摩一下德妃的书法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样吧，等一会儿你们每个人都观摩观摩德妃的字，看看有没有皇额娘说的那么好。对了，皇额娘，今日为了给玄烨庆贺生辰，德妃啊还特意带琴来了，咱们要不听德妃唱上一曲？既然是德妃的心意，皇帝又钦点，那就唱吧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婉儿，将德妃娘娘的琴请上来。皇阿玛，董娘娘唱的可好了，真的。哎，郑王爷，现在距咱们议政会议交齐印只有10日了。可我看现在废除德妃之事，
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不着急，这件事情，太后娘娘不是做过郑重承诺吗？德妃未废，旗印不还在我们手里面吗？本王说句敖大人又不爱听的话，若是到时候皇上不废妃，又想要旗印的话，敖大人会不会像上次三法之事一样，临时转变立场呢？是啊，敖大人，这事儿你得当众表个态呀。左大人，这事儿与上次一废三法是两码事儿。三法确实存在着很多的弊端，所以本官在深切理解太后娘娘的懿旨之后，决定减掉自己的一些特权。鳌拜在此郑重承诺，废妃和交旗印，本官定和议政会议保持共进退。再说这件事儿，太后娘娘和议政会议意见是一致的，何来转变立场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有敖大人这番言语，我们议政会议便上下一心。皇上想要得到旗印，必须废掉德妃。是啊，这就好啊。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炎炎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江流婉转绕芳甸，月照华丽皆似霰。况你流霜不觉飞，江天一色无纤尘，皎皎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思，不知江月待皇帝，德妃今日可是大出风头，又是书法又是唱曲，真长脸。她这么做，除了是为了给学业庆生，更想让皇额娘高兴啊！皇额娘，儿子感谢皇额娘能够赏脸，给德妃一次这么难得孝顺皇额娘的机会。方才儿子还担心，怕皇额娘您不让她唱这一曲了。三阿哥的生辰，额娘怎么能扫兴呢？再说，德妃的这个曲子也唱得确实极好，将春江明月、波光千里，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额娘的眼前。皇额娘，早知道皇上如此喜欢唱戏之人，唱好了便能得皇上的恩宠，那臣妾们早都该去学唱戏了。如今这后宫啊，定是一派莺歌燕舞、胜似戏园，也就不是这德妃一人独宠的景象了。
索尔纳，德妃献唱，那是为了给三阿哥助助兴，这跟宠不宠没什么关系。如果你想唱，不妨你也来唱一首。皇上，臣妾哪敢唱，哪会唱啊？这《春江花月夜》，臣妾连听都未曾听过。臣妾想说的是，这能歌善舞，只是女人的奇技淫巧。若皇上一味的喜欢这种奇技淫巧，那会让皇后和妃嫔们无所适从。且这种善于奇技淫巧之人，多有不测之心。索尔纳，你总是废话多，赐你敬妃，你还是敬不了。能歌善舞有什么不好啊？哀家就喜欢听优美的曲儿，看优美的舞。德妃，索尔纳是一派胡言，你不需要理会他。接着唱。臣妾多谢皇额娘。三阿哥，你真有意思。这2日一得闲，便看德妃娘娘抄的诗。这些诗啊，你不早就倒背如流了吗？你不懂，我这是在赏字赏文。董娘娘不光字写得好，这些评点那也是大有见地，可谓是开卷有益。我没想到董娘娘会有如此见解，让人钦佩。三阿哥，不好了，三阿哥晕倒了。金太医，三阿哥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人不要紧吧？贵妃娘娘，三阿哥的症状像是中毒了。中毒？三阿哥怎么会中毒呢？是吃了什么东西吗？不像食物中毒，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让三阿哥中了毒啊！另外什么东西中毒？而且还是慢性中毒。金太医，你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容贵妃娘娘，三阿哥这2天和什么东西接触最多？方才三阿哥晕倒的时候，他正在干什么？方才正在做抄写练字的功课，完了就看董娘娘送他的生辰礼物。主子，三阿哥最近接触最多的东西，恐怕就是德妃娘娘送的唐诗。你胡说什么？难道德妃娘娘送的唐诗会有毒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只是回金太医的话。容贵妃娘娘将那本唐诗给卑职看看。金太医，你确定三阿哥已无大碍？要是出了什么大事，哀家就要你的人头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卑职仔细查看了三阿哥的情状和脉象，又及时给三阿哥灌服了解药，三阿哥定无大碍。你确定三阿哥是中了诗本上的毒？千真万确，卑职仔细查验了诗本，每页的边沿都浸过毒药水。皇额娘，这真是令人惊惶。这本唐诗里怎会有毒药？幸好三阿哥身体健壮，接触着毒诗本的时日不长，否则就难说了。有人竟敢借送生辰礼物之机来下手害三阿哥，他是不想活了。皇额娘，礼物虽是德妃送的，但臣妾不相信德妃会害三阿哥。你当然不相信是德妃做的，
不是他又是谁？哀家着手处理这件事。荣贵妃、金太医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不可以对任何人说这件事，知道吗？是。苏娜，你到门外守着，任何人，包括皇帝来了，都要挡驾。是。从日子算，快有消息传来了吧？主子，贤妃娘娘来了。妹妹见过姐姐。珠儿，你先出去。是。有消息了吗？我的人看见金太医去了承乾宫，后来荣贵妃和金太医又一起去了慈宁宫，而且荣贵妃的表情十分惊惧紧张。成了，董小宛死定了。那三阿哥的情况如何？有消息吗？看样子，三阿哥应该无大事。唉，想通过这种方法取三阿哥的命，也没那么容易。罢了。这也算大功告成了。刘光彩，奴才在。哀家想弄明白，下毒的人是志在夺命呢，还是想仅仅弄出个公案出来扰乱后宫？依奴才看，确有夺命之意。奴才方才问过荣贵妃娘娘，说三阿哥在读书的时候，可有沾唾液翻书的习惯？荣贵妃说没有，因为那样动作不雅。三阿哥看书时，若遇书页色连，都是沾清水。如果三阿哥在读书的时候有沾唾液的习惯，那毒药入口进肠，便性命不保了。好狠毒的一招！这是志在夺命，是杀头之罪。董小宛真是胆大妄为。太后娘娘认定是德妃娘娘所为。诗本是德妃送的，金太医已经鉴定是毒药水所侵。进毒药水再晒干需要时间，谁能从容做到呢？只有德妃自己。平日德妃与三阿哥这么亲近，原来是包藏着这么险恶的用心。太后娘娘，恕奴才愚昧，斗胆问问，德妃娘娘为什么要害三阿哥呢？她害了三阿哥，对她有什么好处呢？要说好处，好处太大了。董小宛已经看出三阿哥的地位非同一般，说白点，三阿哥随时可以立为太子。哀家相信，他一直盼望可以同皇帝生孩子。只要他同皇帝生下了孩子，特别是阿哥，他的地位就真正稳固了。母凭子贵，他就可以凭借这个孩子和皇帝对他的爱，继续往上走。董小宛的野心和梦想是什么？便是他与皇帝的孩子，日后能够成为我大清的皇帝。也就是因为这个野心，令他对三阿哥下毒手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太后娘娘这么一说，奴才开窍了。德妃下手的动机也有了，不过，奴才还有一个问题：德妃这么做，那不是暴露了自己吗？万岁爷要是知道德妃下毒害三阿哥，那还不将他废了？太后娘娘也可以用后宫的规矩，要了他的人头。刘光彩，你如此老道的人，也有天真的时候。哀家告诉你，董小宛可是个极聪明的人，她敢这么做，
也算定皇帝绝不相信他会下手害三阿哥。皇帝不相信他是个恶人坏人，哀家又怎能杀他的头呢？姐姐近来啊，心情大好。这三阿哥玄夜过生辰那天，皇额娘不仅对姐姐和颜悦色，还训斥了恶意挑衅的索尔纳。姐姐觉得，皇额娘对姐姐的态度缓和了不少，这是个好兆头啊。可依扣扣看，太后娘娘那天是看在皇上的面子上才对姐姐和颜悦色的。那日皇上可是刻意让姐姐得个头彩，好压压她那几个恶妻。扣扣，你也别这么说，姐姐倒觉得皇额娘是真心喜欢姐姐唱曲儿。所以啊，姐姐得好好练琴，可不能让自己这身才艺退步了。以后，姐姐也可以用自己的才艺，好好的孝顺皇额娘。姐姐要是嫁在民间啊，绝对是天底下最难得的好媳妇儿。太后娘娘对奴才有什么指示，请太后娘娘下旨。你要做的事情多了，哀家就亲手写一份懿旨吧。什么？太后娘娘要亲笔写懿旨？哎呀，这好多年了，太后娘娘都未曾写过懿旨了。哀家要捉拿董小宛，皇帝又拼命的护着，没有懿旨，你们如何办事？刘光才接旨。奴才谨接太后娘娘懿旨。哀家亲笔写了2份懿旨，一份给你，你好办事；一份给鳌拜，你速交鳌拜。董小宛和钟粹宫的下人，由你和鳌拜共审，其中含义你明白吗？这，奴才明白。传旨给鳌拜后，你再将这件事禀报给皇帝，让皇帝速来见我。太后娘娘，奴才就担心万岁爷会让英统领带着侍卫守卫钟粹宫，不会让奴才和鳌拜大人进去抓人。皇帝一定会这么做，所以哀家已让鳌拜带兵进宫。皇上，皇上！皇上，出大事了！英格尔，何事让你如此惊慌？回皇上，奴才的人得到消息，说三阿哥被人下毒了。你说什么？三阿哥现在人怎么样了？三阿哥并无大碍，金太医已经瞧过了，是有惊无险，有惊无险啊！英格尔，你吓死朕了！英格尔，害三阿哥之人查到了吗？皇上，更吓人的事情就在这里，有人怀疑是德妃娘娘下的毒。什么？谁怀疑的？啊？谁这么混账，怀疑到德妃身上？回皇上，怀疑德妃娘娘的人是太后娘娘。英格尔，你现在带人去钟粹宫把德妃接到朕这儿来。朕不相信是德妃毒害三阿哥，朕一定要保护她，不受到任何伤害。这，哎，英统领且慢。皇上，千万不可以将德妃娘娘接到这里来呀，因为那是后宫的事，应该由太后娘娘做主啊。可现在皇额娘已经认定是德妃下毒害的三阿哥，
这事中冤案，一定是有人想陷害德妃。朕要将他接来，也要问问他是否知道这尸本有毒的情况。请皇上冷静，臣以为，皇上对德妃娘娘的宠爱，宫中尽知。如果由皇上来问德妃，这不合适，也无法令人信服啊。皇上，德妃这件事，可是牵涉面积广的大事啊。如果皇上想违反宫里的规矩和制度来保护德妃娘娘，那么不仅是太后娘娘不会答应，议政会议也不会答应啊。皇上，洪大人说的对，若是将德妃娘娘接到御书房来，太后娘娘必然不答应，那宫中便大乱了。洪师傅，那你有何良策？皇上，臣建议让英统领带上几名侍卫，到钟粹宫那里，守着德妃娘娘，静观事态的发展。这样，既可以表明皇上的态度，又不至于让太后生怒。德妃娘娘宫里有什么情况，英统领可以及时的禀报皇上。但是英统领绝对不可以同太后的人发生冲突。是，英格，奴才在。你立刻带人去钟粹宫，保护德妃。正。皇上，太后很快就会派人来请皇上去慈宁宫，请皇上静候消息了。什么？我送三阿哥的尸本上有毒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一定是有人要陷害德妃娘娘。娘娘，这件事情由太后娘娘处置，皇上不宜过问。本来皇上是要将娘娘接走加以保护的，可是被洪大人给劝住了。洪大人劝阻的好，这事皇额娘当然要查清楚真相，我也要全力配合皇额娘查清楚真相。皇上自然不能从中阻碍。更不能因为这件事和皇额娘再起什么冲突啊！娘娘，如何回答太后娘娘的话，您一定要三思啊。这个倒好说，皇额娘问什么，我实话实说便是了。英统领，英统领，启禀娘娘，英统领，鳌拜将军带着一队亲兵要进来抓人。什么？鳌拜带兵进宫了？英格尔，你一定要拦住他们！扣扣。不要着急，娘娘，奴才出去看看。姐姐，究竟是谁这么狠毒，要置姐姐于死地啊？敖大人，英统领，让你的人闪开，本官要进钟粹宫。宫中重地，大人既然带兵进宫，也太大胆了吧！本官大不大胆，不是你该问的事儿。没错，论官职，大人比本官高3级，可本官是皇上的侍卫统领，奉皇上之命守卫钟粹宫。大人为何要进钟粹宫？必须说个明白。本官进钟粹宫，是要带走德妃娘娘问话。大人凭什么带走德妃娘娘？没有圣谕，休想进钟粹宫一步。圣谕，这就是圣谕。此乃太后娘娘亲笔手谕。英格尔，接懿旨，你看清楚了。既如此，大人可以带走德妃。不过，德妃娘娘的事情正在调查，暂无定论，请大人带走娘娘的时候注意礼节，切勿轻慢。德妃娘娘是皇上宠爱之人，本官不会轻慢的。说实话，要不是太后娘娘亲笔手谕，本官
哼，还真不想沾此事。殷统领，让道吧。都让开！这走。皇娘，儿子只是以为您对德妃有所怀疑，才会经查此事。可儿子万万没有想到，您已经认定这件事情就是德妃所为，您还亲下手谕，让鳌拜带兵去抓他。说不上抓，鳌拜是请德妃到慈宁宫来问话，额娘让鳌拜带兵去也是不得已。鳌拜一无手令，二无亲兵，英格尔会让他带走德妃吗？可这件事情尚未查清楚，皇娘怎么就能认定下毒之事就是德妃所为呢？额娘的理由，相信刘光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是，刘光才已经禀报儿子了。皇娘，儿子承认您分析的大有道理。可依儿子对德妃的了解，德妃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皇帝，德妃的事是后宫的事。额娘期望皇帝能够冷静对待，不要干扰额娘处置这件事。皇娘，这件事情关系到三阿哥，还不能说只是后宫之事。这也是为什么儿子这么关心的原因。不，它就是后宫的事，应由额娘处理。皇帝不能因为对德妃的情就想袒护。额娘让鳌拜和刘光才共同审理这件事，就是要让皇帝和议政会议都无话可说。还有，审问期间，未经额娘同意，皇帝不能见德妃。好，儿子不干扰皇额娘审案，但是皇额娘，您一定要提醒鳌拜和刘光才，绝对不可以对德妃刑讯逼供。德妃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本宫不知道敖大人所说的事实，指的是什么？三阿哥玄烨，因为你送的诗本中了毒，万幸没出大事。诗本是你抄写的，也是你送过去的。诗本之前就没出过钟粹宫，不是你下的毒，那又是谁啊？如敖大人所说，三阿哥的诗本确实是本宫送的，可本宫想问敖大人，本宫为何要毒害三阿哥呢？娘娘，恕奴才斗胆，妄测一下娘娘您为何毒害三阿哥。您刚才之意是无下毒动机，可是你很清楚，只要杀了三阿哥，娘娘生子必立为储君，宫中便无人能与娘娘抗衡。我与皇上有约，永不生子，此事公公你是知道的。你与皇上有此约定，本官也很清楚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你仍难自圆其说。你如何解释诗本上有毒这事儿？敖大人，诗本上若有毒，谁都难脱嫌疑，为何要说是本宫所为？钟粹宫的公公宫女，其他后宫的人，要说下毒的话，他们都有机会。为何非要把毒害三阿哥的罪名强加在本宫头上？不错，钟粹宫的人嫌疑无疑是最大的。现在，英统领正在那里亲自主审。额娘想问你一句话：德妃出这样的事，皇帝应尽快决定废除她妃子之位。儿子已经说过，儿子不相信此事是德妃所为，何谈废妃之事？恐怕皇帝必须要考虑这件事。如果皇帝主动废妃，德妃还可以移居南苑，额娘也会说服议政大臣，不再追逼这件事。额娘也可暂时不追究德妃之责，废黜德妃，议政会议交其印，皇帝就可以亲掌两黄旗，这个结果既自然又圆满。
皇帝需要好好想一想。皇娘这么说，的确是很自然，也很圆满。可这件事情，德妃却变成了牺牲品。董小宛怎能叫牺牲品？她本来就有罪，如今就是个罪人。因为皇帝对她的情，额娘想网开一面。为何皇帝，你就不能理解额娘的苦心呢？若此事是德妃所为，儿子会立刻下旨废了她的妃位，而且会给予她更严重的惩罚。皇帝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一旦查实德妃有罪，可是杀头之罪。若这件事情真是德妃害的三阿哥，就按宫中的规矩办，儿子绝不袒护。如果他没罪，谁也不可以把他变成牺牲品。皇娘，儿子不耽误您审案了，儿子告退。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启禀大人，奴才那天在御花园。和谁在一起？和德妃娘娘。都干了些什么？等候德妃娘娘赏花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这。带下一个。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？回禀大人，那天，本公公告诉你，你要知道，你所犯的事，是属于后宫之事，万岁爷保不了你，所以你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。你要实话实说，休想抵赖。刘公公，本宫每字每句都是实话，何来抵赖之说？那奴才问娘娘，你抄写诗本后放在房间里，放了几天？本宫抄完诗本后，诗本放在本宫书房有2日，其中有个下午，不少人有机会进入本宫的书房。你是说，那个下午你不在房间，这个时候，有人可以趁机会进你的房间作案？是，那日坤宁宫皇后娘娘有一个例行聚会，那日我除了抬轿的公公还有扣扣，没有带任何其他人。现在想来，一定是那天下午有人偷偷进我书房犯下此案。刘公公，太后娘娘让问问审案的情况。知道了。德妃不承认下毒，那是再正常不过了。依哀家看，她提到那个下午是想故意混淆视听，她只带扣扣一个人出去，也正是想给扣扣避嫌。贼喊捉贼，反露马脚。太后娘娘圣明，奴才已经派人将这边的情况通报给了英统领，请他逐一排查，或可查明真相。英格尔那边真能查出作案的人，那就算哀家冤枉了董小宛。不过哀家坚信，哀家判断的没错。刘光彩，董小宛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会装纯洁以示清白，他还会仗着皇帝对他的宠爱有恃无恐，不给他吃点苦头，他是绝对不会承认所犯罪行的。那太后娘娘的意思是，又要德妃招供，又不能对他用刑伤身。刘光彩，你有什么法子可以帮哀家解决这个难题？太后娘娘都觉得这件事很为难，奴才能想出什么好法子来呢？那么哀家就给你们个法子。从现在开始，你、鳌拜、苏娜3人轮流去审问德妃，不让她休息睡觉，定能让她露出破绽。
哎，官爷，你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真的没有？官爷，真没见过呀。樱桐岭。